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电推小姐。今仔日的人客有够多，敢会使卖个硬刺激摆啊！咱今仔日要来讲的，就是我即摆的感觉。压杂，压杂，汉字写做压杂，罗马字写做压，字压杂。两字拢是入声第四调。台语的压杂甲华语的龌龊，虽然汉语同款，不过意思甲发音拢完全无同。压杂是讲人的心情袂快活，有时是因为天气、湿度的关系，有时是环境，也是代志袂顺的关系。只要是心情袂顺、无欢喜，阁无法度解决，拢会当讲是压杂。像讲有时阵，阮会拄到一寡人客真歹性地，电梯速度上慢就搞阮骂，阮阁无法度应转来，心情都会有淡薄仔压杂。台语和压杂外语的词有高超烦、硬心、烦恼、郁闷等等。高超烦是咧讲人的个性，硬心有受气的意思，烦恼郁闷较负面。压杂是心情闷闷啊，感觉无介好。不过我若特别压杂的时，我拢会去做运动，减轻压力。大概运动了，我的心情就会较好。若卡袂到就压杂，有可能变做是郁症。郁症是现代人真常有的病症，甲身体的其他艰苦病痛相像，拢是爱去互医生看。若有遮先生的方法落去治疗，拢是好的哩的，至少嘛会当控制甲真好势，会影响正常生活。人讲欢喜嘛一天，痛苦嘛一天。咱做人吼，唔通无代志，家己生代志，食饱换腰，擦家家己牙，家己找烦恼，互家己歹过。人讲改运不如改心。丢压杂、高超烦、硬心、郁闷、郁症、食饱换腰、擦家家己牙，改运不如改心。祝大家大工拢欢喜，压杂顺利利。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